好嘞，感谢您主持。当然了，拜拜。哦，今天生意还算不错了。真的还不错，而且我跟你讲，哇 ，these pumpkin rice balls smell so good。法国饭团哦，浓厚色的。真的是，就那我们自己肚子饿了。是这样，哇，天啊！我包着给你吃啊。哦，really？ 啊，小吴 ，thank you 啊，哇，yes，no problem。啊，哎，欢迎啊，这是我们客家的南瓜饭团。 南瓜饭团冻姜哦，来一份哦，没问题，没问题哦，是好，你一定会享受。Pumpkin rice smells so good。南瓜饭团冻姜呢，这个呢啊。哇 ，welcome， 哇 ，welcome 啊，一份，哇，真的好，这一点点，哇，太好了，真的，饭瓜饭团冻姜哦，一定是因为 smells so good， so people come over， 哇，哇，好亮哎，这道，没有蛋的，这边有蛋，好，然后有一点点好，再加点。哦，你们是因为这个香味被吸引过来是吗？哦，真的很好，跟你讲了。 Pumpkin rice balls smell so good, yes. 对，这个是特殊的台湾客家的口味啦，台湾客家口味吃看看哦。rice balls 是。来，怎么呢？啊，谢谢。好啦，吃饭了。可以了。拜拜，拜。哎，小吴，我的呢？你的。 我也饿了，不如你做给我吃吧。好，也可以。我做给你吃啦。哎，小吴 ，thank you. Smells so good. Rice balls, can't wait. 迫不及待。饭团哦，冻姜哦。有喽，好吃的样子。你都不要加蛋了。我真的不用啊。蛮好吃的。是，这个客人。 你自己吃就不要包装了，来，可以，没问题，吃一口。好，谢谢，哇，一定会的，那就摊子就麻烦你啊，没问题。Yes， 好，你赶快回来，等下我要吃。Smells so good, no problem. Pumpkin rice balls smell so good， 快来买，奶油都给反国饭团冻姜哦，限量贩售，买不到会后悔的。